南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，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，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迦他ปัญจจิตตาลีสัสตังอุตกันหินันยันตินิติกาอุสุการานามายันติเตจนังดารุงนามายันติดัชชกาอัตตานังตมายันติสุปตา Stanza number 145. Irrigators regulate the waters. Fletchers straighten arrow shafts. Carpenters shape wood, and the good control themselves. 第145個偈頌，農夫善於作水稻灌溉農地，箭匠善於矯正箭身，木匠善於製造木材用品，智者善於馴服自己。145，農夫善於做水稻灌溉農地，箭匠善於矯正箭身，木匠善於製造木材用品，智者善於馴服自己。此即教堂攝住寫亞巴，出於切布出定的，大肯塔基大摩松，新肯塔基新所切，坦巴塔基讓利度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，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，但願一切眾生都快樂，願他們細心聆聽我說。因此一切眾生請諦聽，應向眾人類散播慈愛。他們日夜來供養你們，故應精勤地保護他們。無論在這世間或其他世間的任何財寶，或在天界的任何殊勝珠寶，都沒有和如來佛同等的。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寧靜的釋迦牟尼，以徹悟滅盡離欲不死與殊勝，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法同等。在法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至上佛所讚歎的清淨，被稱為無間隔的，找不到和此同等的東西。在法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具得這讚歎的8種人，組成4雙，他們這些應供者是如來的弟子，布施給他們會帶來大果報。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以穩固的心透徹地修行，在喬達摩佛的教法裏不再有貪欲，他們以正應正之法進入了不死，他們輕易地享受所證悟的寧靜。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正如深至地裏的柱子不能被四風動搖，我說已經切見聖體的善士也是如此。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清楚地觀照由擁有深奧智慧這善巧教導之聖體的人，無論他們多麼放逸，也不會有第8次投生。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對於正德之見者，有3法已被他斷除，即身見、疑與如果他有的戒禁取見。他已完全解脫了4惡道，絕對不會做6種大惡。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無論他透過身或口或意所做的任何惡業，他都不會服從他。所謂見道者，絕不會這麼做。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
佛陀所教導向涅槃帶來最高等利益的至上法，就像夏天第一個月的樹林盛開着花，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至上者之至上者給予至上者帶來至上者教導無比至上法，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舊的已滅，新的不再生起，他們的心不執着未來生；有的種子已滅，他們不再生起對生命的慾望。那些智者像燈滅那樣熄滅，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，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，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，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佛，願得安樂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，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，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法，願得安樂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，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，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真，願得安樂。